10條 essay 啊，10條都係咁寫嘅。甚至乎咧，其實有個 theory 我哋係環環相扣啊。嗱，乜鬼嘢叫做環環相扣咧？我哋睇落去咧就好似寫主題句第一步啊嘛，第二步就係寫分析，第三步咧就係落例子，第四步就係解釋，最後咧就係落個小結，有5個 step 寫完一個段落。你寫個分析咧，如果係準確嘅，咁其實你解釋咧係朝住咧分析咁樣去寫嘅。Oh my god！ 小結咁其實都係 sum up 嘅啫嘛，同你主題句第一句咧其實都係互相呼應嘅。哇！咁而中間例子就要背啦。咁你咪會見到一環扣一環，就叫環環相扣啦。你跟住呢個方法咁樣去寫啦，基本上咧係13冇死嘅，唔會差得去邊嘅。Nice！ 一開始同大家講話，哇，寫一篇 essay，你要可能寫5段，寫3段，你會覺得好吃力。啱嘅，因為你寫到邊諗到邊咧，你會覺得好吃力嘅。喂，咁我而家知道下一步係點做嘅時候，你唔會好吃力嘅。寫完主題佢咪寫分析，寫完分析咪寫例子，寫完例子咪寫解釋，然之後收工。